啱好第一個站係尖東站，唔使驚。第二個站就協啦，就係直入彌敦道啊！第三個就協係油麻地段嘅彌敦道啊，佐敦啊，佐敦段嘅彌敦道。唔係中間道先嘅，中間道。呢一個位要小心轉彎。中間道。下一個站係咩？彌敦道啊！好彩第一個係九龍清真寺啫。呢一個位咪江若流灣，協走。協嘅，因為呢度寶靈街 Pulling Street 呢一個位唔協，呢一段彌敦道唔協咯，因為過咗個陰位咯，陰位即係話嗰個轉彎位。2號41A， 2號去蘇屋41A 去長青、長安、長穩、長發、長青啊！長青乜長青啊？長青真係有長青村呢一樣嘢喺
青衣、陳青村。第一站文明里 The next stop is 文明里。深圳文明里。6F 有冇？6F 有。一次41A 喎。41A。新打士街廣華醫院新打士街可以去廣華咯，可以。好彩全城9號嗰個站牌。有冇Nelson係咩啊？拉魯神街Nelson啊！艾迪臣呢？哇！唔好提啊！艾迪臣唔好提啊！艾迪臣係陳冠希啊！唔好睇啊！真正拉魯神唉。1A3C9呢度係旺角道天橋救命！點解係救命？因為嗰度發生一單好驚險嘅交通意外，因為有架203喺嗰度鏟咗去旺角中心。
佢知係前面。係停亞皆老街中電嘅9號。嗱，下一個站應該係醫院管理局。下一個站，阿肥貓去過啦。阿肥貓去過香港眼科醫院，仲啊！喂，仲有一個站啊，真係醫院嚟㗎嘛！下一個站先係眼科醫院，呢一度咪係法證先鋒啊，陀槍師姐嗰個西九龍總區。要唔要唱嗰個？翻來看是對是錯，風你將就是結果，別為禍。沒去最終，未去最高。近咪係未贏到都咁高興，所以我唔清傻慘無面攤直聽極都唔明，你扶我再陪你，扶到真正開柴汁，幫有成心就有勁。成績單差到差點看去禮我都見着你。呢首歌好似係未贏到都咁高興，所以我唔知。小雲慘無緣單程聽到再陪你，不過有成有心就有，成績單
間差到差點把尾放去禮堂屋都冇着你。9號呢邊東方酒店下一個站依站啦，9號應該直上彩福噃，冇錯，直上彩福。之後會轉上去黃大仙啊，大仙嗰個9號係轉上黃大仙，再轉落新蒲崗，唔係喺新蒲崗轉上去黃大仙，再轉返落去新蒲崗，再轉返落去彩福，冇錯，新蒲崗、黃大仙、新蒲崗、彩福。街市，即話嗰個新蒲崗大成街，黃大仙大成街係嘛？唔係，係新蒲崗大成街，再轉上去。龍翔苑啊！咦，有龍翔苑？嗱，
黃大仙，哇！呢個站係龍王大仙站106嗰個站啊，明到知106嗰個站咯。你估107九龍灣嘅107，10105咩？105，你話咧？依家影輝台啊，荔枝角啊，係喎，105咪去荔枝角，唔係去荔枝角㗎，不過取消咗，仲有105啫嘛，係人都知嘅。97年西隧通車，乜嘢線都改線路去西隧，連嗰個105都改線路去西隧，改埋名叫做905之後咧，哇！真係〜如果104改係西隧嘅話咧，就會改編號為904，都係去荔枝角得吧？唔係去白田啊？係喎。心一次小夢時，願極不見，向着前，誰在
入佢入，係轉上去嘅，轉上去嘅彩福。呢度邊度嚟㗎？我可以問下佢嘅。架車唔夠力嘅，架車係唔夠力上車㗎。唔夠力上車。9號同11122
turn，冇錯，呢度要 U turn，U turn。邊一個位要 U turn 呢？